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陳昌堯師傅。首先祝大家有美好嘅一日。好啦，又嚟到2026年嘅8月2日啦。今日係星期日，係農曆嘅6月20日，係叫做呢戊申嘅土馬騮日。就生1968年嘅人呢，就叫戊申土馬騮啦。咁今日呢，佢伏吟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嘅。嗱，馬騮咧就要同老虎相沖，就沖一隻咧叫做壬寅嘅水老虎，就生於1962年同埋2022年嘅人咧就叫壬寅水老虎啦。咁同時都沖一隻咧叫甲寅嘅木老虎，就生於1974年嘅人咧就叫甲寅木老虎啦。今日咧沖老虎之中咧，呢隻木老虎同埋水老虎咧就比較嚴峻嘅，皆因咧佢哋係天黑地沖。所以特別要注意啦。嗱，馬騮同老虎相沖咧，通常係應喺咩地方多咧？通常容易走動比較多啦，容易發生意外啦，容易突發嘅事件好多啦。再加上咧，好容易破財啦。身體方面咧，特別要小心咧，嗰啲筋骨嘅受傷啦。喺人事上方面呢，就比較容易摩擦啦。嗱，記得今日過馬路嘅朋友同埋揸車嘅朋友呢，特別要注意啦，小心交通意外啦。好啦，逢沖呢就必動嘅，所以呢，我建議呢，屬馬騮嘅朋友同埋屬老虎嘅朋友呢，今日多做善事，去捐下錢啊，贈醫施藥啊，多啲做一啲利益眾生嘅事情啊，多做一啲布施啊。將自己運程呢提高佢，希望喺今日能夠逢凶化吉嘅。嗱，今日嘅三煞位呢就喺南面喎，咁南面呢就千祈就唔好動土啦。再加上今年嘅南面呢有粒五黃災星喺南方，所以呢南面一定切忌唔可以動土。尤其是屬馬嘅人要特別注意啦，因為南面嘅方位呢就係馬嘅方位嚟嘅。嗱，今日特別要小心嘅兩個時辰，一個呢就係早上嗰個3點到5點嗰個寅時，同埋呢一個呢就係晏晝嘅3點到5點嗰個申時啦。特別要小心呢兩個時辰啦。嗱，今日如果想催財嘅話呢，最好嘅方向係咩地方呢？就係北方啦，因為北面呢係財神到嘅地方嚟嘅。咁我哋可以落街向住北面行15分鐘去迎接財神啦。嗱，如果想接財神嘅話，最好就用個財神時啦。今日嘅財神時呢，就係早上嘅9點到11點呢一個巳時啦。咁好好地把握呢個財神時啊。好啦，我哋睇下今日有咩幸運嘅生肖先。原來係屬牛、屬羊、屬兔、屬蛇、屬鼠、屬龍，都係今日幸運嘅生肖嚟嘅喎。咁我哋睇下佢係幾幸運啦。嗱，至於屬牛同埋屬羊嘅話呢，咁今日呢就有天月貴人去睇佢嘅。至於屬兔呢，佢就有個天官貴人去睇佢啦。至於屬蛇呢，就有一個六合貴人去睇佢，同埋一個財神爺去睇佢啦。至於屬老鼠同埋龍呢，就有三合貴人去睇佢。龍呢，就多一個喜神去睇佢嘅。故此今日最幸運嘅生肖係屬於牛啦、羊啦、兔啦、蛇啦、鼠啦、龍啦，都係非常幸運嘅生肖嚟嘅喎。大家如果想逢凶化吉呢，最好嘅方法呢，都係多做善事。記住啊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咁就包你有運行啦。你今日所做一切嘅善行，終將都回到你自己身邊㗎。大家多做善事啊！切記人善就自帶福，心善就福常在。大家謹記呢番説話。好啦，今日呢就講到呢度為止，聽日我哋再見啦。